天知我对口对吃足，现在把了三都一番调笑嘛，就是宋王就叫忙真理想了。现在个妻子难不哈？这你的放清组织不为当列的，我一点小心你也不得讲呀。所以一路奔来一路浪讲，嘿，不好子，不好子，不好子呀！一路派来。家兵生病不做亏心事，半夜开门没法吃惊。哎，夫娘不好走，吃子新闻子呀？什么新闻啊？是新闻嘞，大新闻呀！比彩凤，王贵比麒麟，六子虎肉通比金，大灯空里，人家云呀，西天路口结婚人打月里上我了，多多走亲夫娘新闻，我看你了发毛病啊！有个种新闻噶。西天路后结婚，到月里让我包堂走亲，这种新闻从来没有听到过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不是俺一种新闻吗？放亲哪还会得走过家？哎，啊，放亲走过？他怎样会走过的呀？放亲必定非两个哦哩哦，乃是满民满姓的公民。放亲组织规矩呀，放亲谁是必定谁是放亲一个人呀？啥不是？放亲谁是必定谁是放亲啊？你听哪一个讲的呀？我听山东讲的呀。山东讲的呀？哦，我当啥人讲？山东讲的，山东这个佣人一天不是居我饭才出媳妇了的。李白我还听讲。须听山东石灰话，我不信的。哎呀，夫人是真的呀！你姥姥说为我上房摆在上我空浪的，我可是喝得来不得姐姐呀！你不要怕，有我在此，你放心就是。哎呀，你了。哎，你放心就是。怎么办子？你不相信啊？就是我是梁东保护得来着。山东司机哪还会得来个？说的司机啊？山东啊？今朝有是生意，我告上帝问个，好的，得来争气。今朝去。这罗大姐啊，夫人打。夫人的，哪个人？夫人两栋头屋里一个，那我知道，说，哎呀，今朝问个呀，石岗上都来要说番句哦，今朝市里人全部上当，放在头面穿支出来当庭，把我一番开心。李想裁缝晓得，我的那两高头争气报喜，盲门人晓得上帝邦当读出来。那么介绍那山东，你识字啦？我随便那不跟他去走。是的。你不是个说我不得好理，我得跟他上这个当。妻子呀，专门追别人家便宜呀，今朝便宜不能追得起。我上帝吃啥我没有问，不，随便上你相信我，夫人不相信的。夫人不相信？不相信的。我也相信。哎，你倒相信了呢？这不是个？到你到里向去。那哈？夫人上帝拿出来，到你不得讲。不拿出来，到你还不得讲。我包你一切。沈八子，你看他，还是得来够说不完，来做关钱。别个今朝大戏，不是随上个大，要石岗上、石岗兜、石岗方、石岗有一大的名堂出来给大戏。有什么？梁东保护说到此地西游嘛，是晓得的。晓得吧？那大致该怎么做过这个后事事？我啊真正想法了，后地上日一副来做石骨头推么子，今朝功了大得不得了了还，用不了好得个。还有6里位阿姐啊，这个不出来看啊？打出来我的。喂，山东司机做啥？谁人好不面孔？阿姐啊，山东司机两家头有桩军机大事，某系杀人，到里向来告诉夫人，有关2条性命，沈大兵领旨上的。夫人啥辰光签到噶？签是不签，三姑娘谈谈的。对孩子我得打进来。兵夫人，我的山东司机一进来，夫人说到一桩要紧事体，禀告呢夫人，沈大兵们拿旨上的。夫人啊，你啥辰光签里头讲？去丫头，
我去请这个上帝了，三斗，这个名字说的了，翠芝啊。是。可是放在石灰瓦的三斗。谁这个做啥鸡蛋？刚刚在我毕业小学时里嘎子不？叫他们滚进来。是。我得打出来。喂。谁都是西。夫人监督，滚进去。啊。谁都啊！我当里想要来做一趟，这个平地边那么可以滚，可与门口那滚翻呢。哎呀，我帮着你要真正想法了。真的哈。东家派队叫他们滚进来，这是真正滚进去啊！我等你证据读方部读进去的。夫人家分析的你功劳是干多。晓得了。晓得了，说不定我要请你进去了。我要吃下主子。啊喂。等那个。我不当你进去。不知呢。两家头到路廊上，砰！门里得来一笑，三斗望准里向一看，还有第二事实，这看见马门人的这面孔，没危险啊！看上去今朝凶多吉少，自家说想，啪嗒，门里过好，等些抬起来好快点，上去。上。夫娘。夫娘。人到三斗。人到四喜。见夫人磕头。请三斗四喜。到此后日，禀夫娘，禀夫娘，你找军机大事，某系一人遇鬼两条性命，请来夫人平台作于死而不闻。啊，说尸体10多了，死而不闻，没称上第2个人不好听。两旁都是周夫人的心腹，你们待是何法？这个夫娘，是不要紧的。刚刚不要紧。来啊，领信。恭喜夫人，恭喜夫人，放假工资，节度人民，礼重3牛，切杀待人，尽力保举，个奉旨无因，办子大事，事事人心，来要干你，个毛比夫人，人多相善，为牙之恩，不够毛比，待地改变，夫人来不着，一头米水都已经生出来了，要请夫人来不着，马门人改个辰光清爽的。方才作新排队来，下段辰光瞎说贴出说句话。现在清当清进来头戏是不会说句话。什么了？穷举实段做过啊，冒名冒姓做过啊。嘿嘿，就说马门人听见穷举方清做过这个一节，觉得爱些人会得发顶的呀。他是神医女。效率能让大，岂知不孝一人命。早来的下一事故才有情，把没财。当作他一在心，莫不是当今天子年纪小，想手中要用这般效率神。天气配心理，考上中不考文章，吃吃东东来考大心。不知哪不里想出来个？要么现在考场里向文章不考大人个，再想想嘛，方才穷举了滋味堂门前半途闲话，现在想想才是真怪。来于义，话于音，话里上风个几小声，他是桩桩牛像走过营。原来不里为得飞他，我为得上你个当，吃苦头，吃足。那么慢慢人啊，你现在晓得方清走过营快举了那2个佣人啊，上帝拿出来呢。收拾这个势利人，1、2里动地，不是生意经，2个5里1个，带子2个佣人，
我晓得了。晓得哇？我当里非要来说一盘呢。夫人那老师晓得了，看上去搿就是没得了。没得了是不来三关，搿哪还没得了呢？你这边不讲，还有喜事。有用场。再有喜事，刚上去，砰当砰当，不出来。恭喜夫人！恭喜夫人！吩咐过有三上大门，媳妇到子，睫毛纷纷，阿爹定模，飞马精神，白云欧里。您的方太夫人，别，搿个一句不要紧，什么？杀了欧堂里向。方太夫人几时来的呀？哦呀，来个在，还是去年6月打进宫门，三家三乡，人子知青，王本伯伯，经常出神，彩屏阿家，来去认真5个四哥，水口日明，来要干你，某比夫人，认得乡乡，为养之恩，不够某比，到底是嘉宾夫人来不着，都没睡到一身出来的，也要来么子？我就盲目认知你的啥么子？19去年6月里向来65三家怀牛烧香菩萨抽榜，惠州来告诉要摩登金等等。哎呀，65啊！那趟是惠州来告诉我听，我不为势力22个，我要努力集精神死了我一道。今朝8月来，连不管道士当班，不管唱道人，我今朝不为70个辛苦的。65啊！我今朝才是吃那个苦的。方才我上次来洗你个当。为了亲妹得来商量，你看呐，为了带兵母亲了呀，带兵那个死他带兵啊！分一女与一军人，像杀杀来日得真生。阿三。对我好得不得了，从前辰光里当我像农这样看待我，当里像自家娘这样个呀，我对不住你。23位农村，当我势利的了，等些办事的这个日脚哪个啊？就说盲目人这个一脚，彼此方亲走过还要脚，我后头让后娘来上，39度波。想我是咋子？今日虽相见，阿悔当初太不敬。想我是一向是洞水梦里，岂知家归龙家神。儿落地两家心，想他是赵吕去娘在门，娘跟前并不露风声，桩桩件件是后发亲。再想想，哎呀，王本个老将还不是没事啊。他是么年年口吃奴肉饭，时时心想不比人，趁机搏与忠心，不得风霜得痴心，桩桩件件是后发亲。再想想，哎呀，彩屏个小脑部还不是没事啊。身长腿文儿，明岁赛到北古营，想他是推南送我到市京，耳根边并不露风声，桩桩件件是后发亲。再想想，白云楼里向5个光浪头，实在不是没事啊。他们十分正势利，一批家英精，出其神力，老海林不把夫人放在心。1年来水口5日兵，桩桩件件是后发亲。
再想想，这个老死人定不是么事，方才会把我上当啊！想他们每日功夫都得意，上人女婿更关心，服侍多多规划云因福音不是真。起的飞蛾男女精，张张齐齐是无法亲。想他们谁在一人你戏弄，我儿今落清风可不太灵。那么你的眼睛张开来看看。我不把一个清高才是有高，弄得四面楚歌，我哪会得这个样子的？谁要的？你这是叫一打我？谁要的？为我说的话，都是你当初抽的我也要失礼，谁是你抽的我个呀？我至于。耳朵跟个赢得紧张与势力命，都是你这个吹丫的抽的我啊！是啊，妹子啊，你是指我抽的那个？那么我抽的你们你都上了那个对了下，你可以不听管。我见你势力嘛，你可以不势力管。那么我见你去洗嘛，你要去洗呀？哦哟，好不啊！现在奶奶冒用我啊！真正300人把他举毛油，你可晓得他儿今上访报警？哎呦，菩萨在，有下破的家，我是一点点不破的。咦，哪里的不破的？沙丁丁记了他将我视而无为人，办法得有了哩。讲我不干呢？为什么？告知你们大学就是我吃的呢。我有啥里得告知噻？你帮帮我的忙，家嘛？那么看你口难干干的呢？那你是狗要2种装备，一是那个姑娘，一是那个丈母娘。是啊。那么一些的呢，旁边狗要到底是的阿是啊，姑娘们对呢是发发势力呢，看不起呢。那么势力姑娘的名什么来得个呢？是呀。那么呢，阿是丈母娘真对错呢哇！从今以后，我做那个丈母娘，不做那个姑娘。不做那个姑娘，做那个啥？那个我觉得太不动夸张，谁是我一个人的？啥是你一个子？你欠我一少办法讲。那么妈妈人啊，你现在个点事体才晓得着，上帝拿出来呢，幸亏2个佣人啊，你为何想办法？就说你急得忘记他着，带着2个佣人。谁的哇？你后当里非来说一盘。我是心满的要举开着，看上去上帝嘛拿不着，反弄了吃啥话？你看看夫人搿张面孔绝过不去着。这追吧。哎呀，3多周你都不能追过，千做万做，10本上也不做过，追他是我为他一天动地来了，跟哪来事呢？冰可。慢慢讲，为稀事了，再来看娘。没用上来看娘，来看娘。看那面那些。夫娘。夫娘。李总裁就说这个。夫娘，天上待人奶得。夫娘，金利宝玉是不得了个。夫娘，奉旨无人只与你一个。夫娘，开金老师。你记我的记得记。夫娘，一定发了鞠躬的呀。民中取之恶中生。我就斗名用人在讨饭这个当上，妈妈人该个辰光无心犯则回来受负清爽。2个狗头不识时务，这个穷鬼做官有什么稀罕？张冠李戴，唯有如此饶人。崔子啊，是把这2个狗头打出去啊！我崔子的拿这个门手，对劲是3斗鸡高浪向看上去，没哈杀那个天天的，刚刚对我毕业，是我是那家之妇，那是我也谋杀亲夫在场。要谋杀亲夫这样。思想领得清，老早想有走最头个噻。该个辰光奔到白龙里向思想，晓得吧？好吃，你们真正活该。好吃是中高的话，不如三我吃上。好去不分啊！我吃了3碗，不是讲便当，要包水啊！别听讲东讲，照样包水，叫吃水不包，非为神意啊！没办法这个等些包脱水，
到我桌厢里向去拿一切，帮忙。等些包船，自家上，自家端，自家放，自家摇，还有什么？两栋包好准备进来包船，盲目人该个辰光真心急得来哪弄法呢？妻子啊，是夫人啊，凡一说定定，方太夫人。该知大家要拿我出去呀，叫我是为人待我死了吧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现在死不得管。一来他太太的帮你，还是帮姑爷，你也不晓得。那么做心的来太太，你个无啥身份，牛两呢，不来身上呢，你夫人现在是欺负百姓，所以夫人啊，哪怕你现在也是嘛，小的呀，不让你死开。这两个我都忠心讲，那么闲话说走来讲，万一来太太听见是儿子的闲话一身上呢，该是千人把眼天那个对呢，夫人还有个张面孔做人的啦。那么夫人啊，但是这个辰光，哪怕你夫人也想活，小的呀，不让你。夫娘我那，夫娘你，夫娘我那哈。夫娘你死个。哦，这条生命谁得来个？你也夫娘我夸着吹丫头，不晓得你让接两栋包好来着，上。别夫娘，别夫娘，夫人来么大你，你只忠心用人，还是告诉来听。方太太来着，我是头子上得来，楼声当当，啪啪。那忙了。夫人出去走吧。夫娘，哎去吧，去。妈妈，你做你的身份准备啥？已经来着？丫头们啊，方太夫人来了，我们出去走吧。夫人，你这孩子啊！是呀，刚当修出来，最后2条半白龙上。对。夫人，对夫人，人都弄错的，弄错的呀！俺是隔壁新娘娘上去，爸爸，弄错这个外方来了，等到来子再来告诉来夫人，夫人，哎，去吧，去。哦，总是外方来，为何想办法？丫头呀，是方太夫人为非得是我们进去吧？夫人，你最好夫人可仔细呀！刚当2条半白龙修进去，屁股外分碰到凳子，上，夫人，方太太来着，这个来着。哎呦，头子上得你红光，哎呦，老太太头不对手，手里向拿家发白，来拉门，十里姑娘娘，夫人，看上去呢，今朝身头一搭，说对嘛还是一搭，夫人，哎去，说对来个咋？丫头呀，方太夫人真的来了，我们真的出去走吧。你可知这孩子啊，刚当2条半白龙到楼上河，别夫人，人都弄错呀，隔壁出锅的，放2个葱，直等，外方来了，等到来子再来冲杯，走。妈妈，你说他晓得噻？我对啊，里头来包水个，啥个？门首鸡毛带嘴，当我都种好，让里头2栋包好进来，靠里头出去。不晓得两高头不进来着，妈妈人等那里向该个辰光真个后日来着。凡一手绑队，该是千人把爱推我带我为好做人，我个日脚那喊过。不晓得妈妈人啊，方太太大义大德，对自家儿子现在讲起来严格要求，当山庄不小不难看了，那毛病一点点人不，那么方太太上门当山庄不小嘛，无为倾听。